人跌低，坐喺大坑入面水管嘅中間，左右兩邊都係大量嘅積水。多個路人用繩索同埋木梯合力一齊救人。星期五晚大約10點鐘，河北張家口市橋東區喺建國路同聖劍街交匯處嘅路段發生路面塌陷，一共有3部車墮入塌陷嘅區域。當地嘅應急管理局就發出咗2級嘅應急響應通報，並調派消防、交通等等嘅部門開展救援。被困嘅4名人員全部獲救，其中1人死亡，1人受輕傷，而其餘2人就冇受傷。當局正在調查事故同埋進行善後修路等嘅工作。根據內地傳媒嘅報導，橋東區建國路屬於地市嘅主幹道，全長大約4488米。舊年10月先啱啱經過管網升級同埋路面翻新之後嘅全線通車，而施工嘅項目亦涉及排水、供水、燃氣同埋供電等等。